观众朋友你好，我是郭国正，欢迎收看今日新历7月初7公视台语台下晡新闻。咱先来关心本地振兴三倍券头一批注文的日子到今仔日，经济部紧急宣布，明仔载搁加开放注文5天。海军陆战队操演不幸牺牲的上兵蔡朴武，因的家属望讲会当予伊的灵位安排入中烈祠。高雄市林园这一间幼儿园去互家长逼出讲，老师会摕脸布甲幼囡仔箍手骨，管教有失妥当。观众朋友，咱先来关心本地振兴三倍券头一批注文的日子到今仔日，赶要去便利商店申请的民众那抢也袂少。经济部紧急宣布，明仔载搁加开放注文5天，总是7月15日子若到，去邮局就通直接1000换票面3000的三倍券啊。照看是会用身份证号码分上客日，若亲人中间取一个去领，价格会当办5份。伫咧7-11的 iPhone 数物机，伊个3倍券，有民众一届退出的人，伊个5分。毋过初七是第一波抓本医馆的上尾工 ，iPhone 伊个操作刷卡卡，外面是停买19至20秒。你今天打算领几张？5张。最主要是因为第一批今天是最后一天吗？抢在最后一刻。对。但是有一点点卡了，是不是？对，今天稍微慢了一点。抓本3倍券，伊计10个来本，超商完成预购的人会当伫咧原店来领。毋过因为抓本预购的人伤济，经济部紧急宣布加开一轮，明仔载7月开始到12为止，会当继续伫咧网络甲超商预订，2到3之间来领。若是15邮局领券，经济部会采取分流的措施，以身份证号码数5号、拜1、拜3、拜5来领，尾数双号是拜2甲拜4来领。另外规划全台湾1299间邮局伫咧18、25两个拜6来加班，互民众部分5号、双号拢会当领。所以礼拜6呢是单双都可以来领，那整天还有所有的柜台都只做3倍券。应该会直接来邮局里，找人潮比较少的时候。另外，邮局代领包括家己上济当领5分，根据上新的统计，到初7早起11点，抓本预购超687万，所谓白订超133万，移联甲白订3倍券的总人数是超过820万人，抓本券的占比超83%。记者综合报道。传染症咧拖当有较少，就要赶紧来拼观光咯。卫生福利部陈时中部长、交通部林佳龙部长早起拢去甲台北市政府斗宣传商战的观光巴士。总是昨昏郭文泰市长才咧讲振兴3倍券无啥路用，陈时中部长是表示在意咧看量比加减有效果咧。7月初7，台湾的疫情解封满月，台北市长郭文泰、卫福部长陈时中、甲交通部长林佳龙3个人共台来宣传台北市观光商战巴士，要救受到国际疫情影响的台北市观光。毋过前一天，郭文泰才甲中央呛声讲3倍券无路用，可能个部长伫咧现场真爱叫。其实有用没用做了就知道。这个其实是大家来体验嘛，只要大家一起参与它就可能比较有效。陈部长怎么看？陈部长怎么看？我觉得政府做任何的政策，当然有很多的面向需要去考虑。总是3倍嘛，加减无效啦。嘛，因为郭文泰因太太陈培琪真侪届伫面前发表意见，评论防疫政策，互陈市长甲郭文泰的互动嘛受到大家的关心。不会啦，怎么会很尴尬？怎么会很尴尬？不会啦，那尴尬就不会来啦，怎么会尴尬？伫咧商战观光巴士50分钟的车程内底，中午经过总统府，大家搁做伙以总统府做背景来翕相。毋过郭文泰甲陈市长一个人坐一边，并无加讲话。做完一圈以后，有特别喜欢台北市和台北市长吗？你把这2个放在一起问。对市政府的市长的有没有比较有好印象呢？还是没有，一直都是这样的一个好印象啊。没有什么特别的。防疫新生活开始，但市长指出，对国际疫情的状况，台湾的防疫政策嘛要随时调整，哪行哪看。若是政府要进行经济所属的3倍券，到初7早起11点为止，专本预定687万份，所谓白订有133万份。记者综合报道。海军陆战队操演像年阵兵阵的意外，其中一个不幸牺牲的上兵蔡朴武，是婚姻官理论者的人。早起张立成馆长嘛去到因厝来慰问，佮出声望讲国防部要补助蔡家的武术金，就要佮增加挂。家属嘛望蔡朴武的灵位会当安排入去中烈祠。希望国泰平安，风调雨顺。
讲出心内的愿望，希望未来的日子一切平安。伊是26岁海军陆战队上兵蔡朴武，这届参加汉光演习，不幸摔落海底，家属落尾同意放弃急救，车5背梗宣告死亡。因为是雄雄发生的代志，经过几啊天，蔡爸爸的情绪也是无法度平静落来。是啊，而且真是对我，真是个人，我没给，我没给。蔡爸爸表示，意外发生到这，伊也是规个人拢嘎嘎，嘛是真艰苦，唔知影要讲啥。对军中的调查目前无表示意见。其他的家属表示，蔡朴武105年8月份入伍，原本出无甲1个月就当退伍，嘛有意思要搁请落去。平常时休困的时阵，拢会倒来厝里斗3工做事。认为军方所提出来抚恤金伤低，希望军方会当搁来评估。妈妈过年就走，还估你讲外走，所以讲嗰個生活會成問題。嗰點講個紅包，從撫恤金要俾用這個包啊辦，其實講。我嗰個以後我们希望国防部能够重优抚恤的哈，尤其是现在的抚恤金跟意外加起来哈，对一个年轻的生命哈，真的是非常不值得啦。赵立先表示，蔡朴武今年26岁就不幸因公死亡，让大家拢真唔甘。希望家属会当节哀，嘛指示疫情当日一定要尽量斗3工后手的相关代志。嘛，呼吁内政部会当协助申请，让朴武会当入去中烈士，完成家属的愿望。记者综合报道。海军陆战队这场操演的意外，目前军方调查是认定讲，原因唔是机械有故障，而是人为有疏忽。料想是四边风影到海面起波头，因为环境的变化来所致。不过，当咧查办这条案的桥仔头地检署是讲，也是都要调查各项证据，才过来断定原因。海军陆战队操演意外夺走2条人命，引起各界关心。根据海军公布的初步调查报告，排除人为机械因素，主因是海面变化起大影地势冰船。当负责驶船的中士阿马勒道卡杜也当咧抢救当中，无法度明白真相。军方的调查报告都互人批评是咧下推责任。桥头地检署办理此案，强调军方的报告毋是结案的唯一考虑。我们就是会跟他们调阅他们的相关报告的。那我们还是会调查其他的那些证据来做。那我们的训练是翻覆之后是以求生，第一是以求生为主，就是保存自己的生命为主。第二个有互救，是在周边有看到同袍的时候会互救，这个是有一定的训练。代志发生迄当时，2只超音船冰船往海边只有150公尺，其中有11人受倒来上岸，其他有3位官兵食水昏迷。现场明明都有其他的介护船，为何要等到事发半点钟了后，海水当中的官兵才互人救起？另外，海军主艦中平军艦在事发正前8點40分，有測到超远的海面起大影，军方也是坚持照原定的规划落水超远。也引起外界争议。我们7点47分，小艇已经下水，在做编队动作。那8点钟开始是他们准备要抢滩登陆，做这个登陆的动作。那8点48分，涌浪才突然变大，那时候小艇是翻覆的事情。军方再三否认超音船有烧浪，官兵的防护设备也完全无问题。也民进党新境界文教基金会副执行长吴怡龙批评，国军的训练多数拢是表演的需求，但伊上届大场的表演就是汉光演习。这般的言论引起军方不满，回呛汉光演习经过详细规划，倒位战争就伫倒位练兵，实实在在考验国军的整体战力。针对外界评论，伤害国军拍拼成果是大大的不服。记者综合报道。来讲，早起蔡英文总统接见加拿大派驻台湾的代表，表明讲咱两国拢是支持民主甲自由。
面对香港的处境，当然嘛，就要互相合作。蔡总统嘛望讲，台湾会当赶紧参加太平洋两边这个国家全面进步的协定，就是 CPTPP 这个国际组织，佮有紧和加拿大契约，互相保障、促进投资。总统蔡英文初七接见加拿大驻台代表瑞乔丹，加拿大代表处的同仁拢挂有国旗图形的翠缨，引起蔡英文的注意。尤其是瑞乔丹最近接受媒体的采访，对台湾加拿大合作的议题，几啊届发表伊的看法。蔡英文嘛希望会当甲加拿大签订投资促进保障的协定。那为经济振兴预做准备。那么如果台湾能够加入 CPTPP。并与加拿大签订投资促进保障协定，相信对于提升区域经济动能以及台加双边的经贸关系是非常有帮助的。蔡英文强调讲，台湾甲加拿大理念真相啊，共享自由、民主、人权等等的普世价值。伫咧香港议题，嘛会持续甲加拿大等等理念较相似的国家来合作。另外，日本九州最近出现大水祸，造成灾情，蔡英文嘛以推特来慰问。针对这点，日本首相安倍晋三特别用繁体中文发文回应，焕然更真情，而且表达对台湾的感谢。自然灾害的这个防治、应变以及重建等方面的这个经验与交流的经验的交流与合作，希望我们台日双方的今后能够在这方面能够加强合作。那达赖喇嘛进前讲到生日的愿望，希望会当搁一届访问台湾。外交部表示，祝福达赖喇嘛生日快乐，嘛欢迎伊伫咧双方方便的时阵，搁一届访问台湾。不过目前还未收到申请。记者综合报道。来关心国际的消息，因为传染症的缘故，国际往来管制加真森严。中国越南政府派来台湾接运的国民倒转去的专机，要按桃园机场起飞。优先要载就是老甲井，有新的负责人甲许可已经到期的劳工，阁有学生。这座上计会当度甲240个越南人。桃园机场开票的柜台还未开始，就已经排真侪人。伫咧越南政府甲驻地包越南经济文化办事处的安排之下，初次派遣国际航空载第2波防调伫咧台湾的越南民众回国，阁有老大人、查某囡仔优先来坐。现场的民众有大巴肚的人、到期的劳工，阁有学生等等。我的老婆怀孕了，然后回来生小孩，她5个月多了。因为我们是买不到机票啊，然后买了它就是被取消了，取来取去都没办法回去啊。嘛有越南籍的配偶早起就陪伊妈妈来机场办登机的手续。伊讲因年初的时阵生囡仔，妈妈来到3工做月来，结果因为疫情的影响，全部都登去越南。伫咧台湾已经点几啊个月，即马总算有专机会当登去越南。伊妈妈知影这件代志了后，几啊工拢欢喜甲困袂去。帮我坐月子，本来来1个月而已，结果带了4个多月了，快5个月了。妈妈心情怎么样？很开心，晚上都睡不着，能回家了，开心又睡不着觉。我妈妈来这边探亲的，然后卡在台湾已经那个4个多月没办法回去，2月6号来的，然后为了疫情没办法回去，都卡在这里。国际航空 A321 客机中岛起飞，机型上座会当坐240个人，为着配合防疫措施。买的机票内底有挂1罐水、1份点心、1个喙仔，阁有1套防护衫。旅客伫咧等飞行机的时阵，爱先领喙仔甲防护衫，穿好了才登机，甲防疫做好。记者综合报道。来讲世界一本出名医学期刊《The Lancet》已经研究证实讲，就算验出30万针武汉肺炎病例，西班牙迄国嘛，敢若5%的人有抗体，可见要放传染症自然摊，甲人人拢有抵抗力，这实在是无可能。虽然真侪新病毒源头拢对动物来，不过联合国还是提醒讲，传染症的摊主要是咱人类的行为来造成。密保局认为这是这波新冠病毒的来源。过去包括 SARS、MERS， 目前还未解药的 HIV， 阁有真侪介互非洲真严重的伊波拉病毒，因的病毒来源拢是伫咧动物。不过联合国警告，人类活动才是主要的原因。The bad news is that these interactions are increasing for many reasons: population growth, income growth, greater urbanization, and spreading human encroachments on the natural world. 这1个世纪以来，人类见证6届大型新冠病毒传染疾病，另外6项已经知影的传染病，阁有7项5个新型传染病，拢是拄大自然来的。
专家警告，对人类甲地自然的互动更较密切，新病毒发生的风险嘛会提悬。目前伫咧全世界均价的新冠病毒会发生传染，本来就是早晚的代志。And it's a human failing that we predict, but we do not prepare. So now we must become more proactive to avoid another pandemic, and we must address zoonotic diseases. 伫咧武汉肺炎疫情的初期，欧洲真侪国使用呼吸防疫，毋过西班牙流行病学中心上新的研究，若像已经否定群体免疫的可能性。7个监测6刊出来文章指出，西班牙检测68000的血清样本，发现敢若5派样本有验出抗体，代表讲，就算疫情像西班牙共款严重的国家，也是有要甲9%5的民众有致病风险。7个监的评论嘛指出，对研究的结果会当看出，想要透过任何方式来宣导群体免疫，毋若无道德，要实现嘛是真恶。记者综合报道。来讲，中国一间国际大公司华为生产出来网络5G 系统的设备技术真先进。不过英国和法国当时拢惊讲华为的产品可能会牵连到国家安全的风险，已经有约束电信业者使用就要准则，才袂去真靠真误。中国驻在英国的大财党开声呛度，讲英国若要和中国对敌，后果就要家己担当。中国电信业者华为长期以来和欧美批评有国安风险，在美国5个新冠制裁禁止使用美国技术的晶片出口给华为。英国政府重新评估华为风险了，强征政府准备今年全面换掉华为的5G 设备。Very, very determined to get broadband into every part of this country, reaching out across the whole of the UK, and we're convinced that we can do that. And I'm also determined that the UK should not be in any way vulnerable to high-risk state vendors. So we'll have. 英国第1个才决定有限度开放华为参加5G 建设，不过英国媒体报道，官员拍算提案，若个月内禁止电信业者安装新的华为设备，已经使用的是伫今年2度。法国资讯安全部门伫吹鼓也讲，会限制使用华为，已经用华为的电信业者有3年到8年的授权，也未使用的是希望卖使用。法国政府曾多次公开表示，在5G 问题上不会针对特定国家或企业采取歧视性措施，更不会排除华为。希望法方能够秉持客观公正态度。中国外交部催人派官员轮流向法国法规爱尊重市场规律。中国驻英国大使也无客气地讲，英国要甲中国敌对，后果家己负担。If we make China an enemy, China will become an enemy. So we want to be your friend. We want to be your partner. But if you want to make China a hostile country, you have to bear the consequences. 罗晓平讲，英国使用华为是中英合作上好的范例。华为掌管国际媒体数不的高层是社群媒体，考虑英国的政策由华府决定。美国应该尊重英国选择电信战略的权利。记者综合报道。昨天香港政府公布《国家安全法》实施详细规定，内容要引准香港的警方会当甲外国各有台湾的政治团体派驻香港的代表，要求提供因所要爱的资料。若唔配合者，就会罚金佮判刑。早起林郑月娥特首是表示讲，这部法律是要保证大多数的市民享受合法的自由权。港府伫咧初六暗公布港版国安法的施行细节，列出国安警察的7大权力，包括特殊情形下会当伫咧无搜查令的情形下搜证，而且对想要用伫咧犯罪财产会当冻结、扣押甲充公。对外界质疑这项立法是香港的末日，破坏香港的前途。特首林郑月娥伫咧初7早起记者会上讲，这种讲法是无正确的。係保障到絕大多數香港市民合法享有嘅自由同埋權益。如果你問有啲人，自從舊年6月，佢心裏邊最擔心嘅就係佢冇辦法可以行使佢出街嘅自由，佢去幫襯一啲鋪頭嘅自由，甚至佢發表言論嘅自由，因為呢等等咧都會係被暴力分子咧作為攻擊嘅對象。林鄭也講，專職部門已經攏成立，包括警務署嘅國安處、甲律政署嘅專門檢控區。不過第5項規定是講，港府會當向外國加台灣嘅政治性組織，抑或伊嘅代理人要求提供涉港活動嘅資料。若是無按照要求嘅，會當判罰10萬港幣，
差不多是台币38万，一个降金6个月。因那警务处长也当伫咧合理怀疑下，意图危害国家安全的电子信息，大幅度缩减港人的通讯自由。And I've just explained that even in implementation details, they are designed and devised in order to protect and respect human rights. And that includes all those human rights enshrined in the Basic Law and in the two international covenants on human rights as applied to Hong Kong, including press freedom. 地主社群网站 FB 甲旗下通讯软体发射 APP 宣布，会暂停接受港府甲执法当局的要求，未提供任何的资料，并且伫声明中也讲，这段暂停期间会进一步评估港版国安法实施了的冲击，才决定。另外 ，Twitter 甲 Google 通讯软体 Telegram 也拢会安尼施做。记者综合报道。实在，互人想无到讲香港的国家安全法竟然引准警方甲台湾的政治组织派驻香港的代表要求提供资料，若唔配合，佫着爱食罪。但行政院苏贞昌院长嘛讲，中国唔若无含香港人照拼照行，竟然佫要管甲全世界所有的人民，可见着爱台湾家己有主权，国民佫团结，才真实会当有国家的安全。中国不但背弃了对港人的承诺，同时所立的法律既然管到全世界各地，管到所有的人民，甚至于要管台湾，也希望国人同胞大家看到，唯有台湾有主权，才有安全；唯有国人同胞团结一心，才能保护自己。苏贞昌院长表示讲，台湾是主权独立的国家，决定袂去做中国的共犯。经过这件代志，也通理解讲，咱坚持主权、坚持安全是何等的重要。另外，苏院长视察台南北河国校了后，嘛宣布讲，行政院争出323亿的经费，互高中高职以下的学校拢安冷气，地方政府负担一成就好。按算后年热天进前，工课就会当办甲完成。过来讲，早起立法院游锡堃院长讲到国会要处理考试和监察委员同意权这条带，伊是判断讲监察院长单局的提名权应当是会过关。另外，伫咧考试委员提名人审查的公听会现场这边，嘛有学者跳出来批评讲，考试院长提名黄永川教授年岁实在是有较济。立法院院长游锡堃顶日提出要甲台湾的中医中药改做台医台药，引发各方的讨论。连台北市长郭文哲嘛讲，两个人是好朋友，煞唔知要安怎替伊辩护。游锡堃初七接受电台专访回应讲，伊是希望大家讨论，并不是优先的议题。民主政治大家都有切心哦，多元主张啦，大家都有不同的看法。立法院临时会要审查考监人事同意权，而且排审废除考监的提案。针对这个提案，游锡堃希望讲，国民党唔通讲假，嘛认为当局应该是会过关。实力民众他们都主张都赞成，然后民进党也赞成。民进党也赞成。那如果国民党玩假的怎么办？我应该不会啦。为初七举行的考试院第13届正副院长，甲考委被提名人的公听会，审查委员敢若有立言出席，也那学者专家对提名人的名单嘛有真侪批评的声音。农村黄部长，他的年龄上来说，他今年是73岁。那跟准备卸任的准备要卸任的吴景麟院长同年30多年来年龄最大的院长。今天说因为我认为应该要废考监，照着国民党的逻辑说，那我人事上面就不提名。在632号解释已经讲得很清楚，大法官认为这个是违宪的。立言拿赢推荐的学者甲专家，拢伫咧发言的时阵，讲到废除考监的议题，嘛希望立委伫咧审查考委被提名人的时阵，被提名人应该就这个议题来表达因的看法。立法院临时会为初七开始，会进行考监2院的人事同意权案做公听会甲审查会，初10甲17会做考监2院人事同意权的投票。记者综合报道。过来讲，农田水利法通过了后，水利会哪米特别改做公务机关。早起国民党立法院的党团含农田水利自救会的代表，嘛去申请大法官改写宪法。因也批评讲农民阴残灌溉的权利，但是已经失去保障。不过农委会陈吉仲主委也有应声，讲新制度对农民的灌溉绝对是好，唔是歹。
伫咧日头卡徛伫司法院门口大声喊口号，为着抗议立法院硬要通过农田水利法，国民党团甲全台湾农田水利自救会代表集合38立委联署申请大法官释宪，而且请大法官书记处长柯新洲甲释宪申请书接落来。作为公务机关，就不用经过会员同意了，就可以处分他的财产。第一个，这个当然违反了宪法第15条，财产权的部分，选袂赢就没收选举。党团总调林维洲认为，农田水利会组织通则第40条违宪，因为投票权、选举权拢去用剥削，地属农民的灌溉水权无保障，影响农业生机。强制收归水利会，等于是民主大开倒车。那未来农民用水权的部分，那要找谁？等于讲农民因田找无水啊，建设找无人，服务找无人啊。农委会主委陈吉中宣布，农田水利法通过，未来灌溉服务范围会当对原本31万公顷扩大到全国68公顷的生产流失的农地，相关的预算嘛会更积极投入，和用水的效率提升真济。针对释宪部分，伊表示尊重。升格为公务机关也是属于行政部门的一部分，那这个我们之前有盘点过，是不会有任何违宪的部分。那至于他们的这样的一个动作，我们是尊重。自救会表示，提出组织通则释宪，敢若是头一步。全台湾17个农田水利会代表会继续联署陈情，且国民党对农田水利法嘛提出申请释宪，继续抗争。记者综合报道。过来关心热岛的消息，台中市南屯春夏里这一片沙石仔场已经30多栋，总是因为造成空气噪音种种的影响，还有沙石仔车的交通问题，四边的民众嘛捌抗议过几落摆。但台中市的经济发展局是讲，沙石仔场登记证已经到期，市府会要求因9月进前就袂当搁再经营了。沙石仔车一驶过，就发出真大的声音，还佫真营业。这点互当地居民是强要挡袂牢。台中南屯区春夏里的里面，便若讲到当地沙石仔车的问题，就真怨叹嘛真困扰。5、6万人而且出入，你看嘛，佫要塞地拄啊伫迄个所在，佫再有斜坡下来，所以我是认为讲这是对要另找他地啊啦。当地里面是真侪届发起抗议，最近一届伫咧6月中，这个伫咧南屯区春夏里的沙石仔场，若造成当地空气污染真严重，噪音是更加困扰。虽然几啊届互裁罚，不过也是无改善。也若沙石仔车驶的路线，除了经过市区的车路，嘛影响到附近的高中甲科技大学学生的安全。科技大学、岭东高中、高职，你看2个校伫遮，搁春安国小。奇怪，不喜欢的东西一定要来我们春社里来设置。当地里长真不满，附近3个里有要1万的住户。居民一个屯论就是30年，当初是伫关台中市唯一一间沙石仔厂，不过即马煞互大家真头壳痛。加上附近阁有焚化炉、污水厂等等的设施，因认为南屯区将要征做2等的公民。市府表示，这间沙石仔场的临时工厂登记证已经到期，地主无要阁继续甲因拍契约，会要求因停止营运。地主不愿意续租，第二个是民众的抗议所以我们是不会发售的。台中市经发局指出，地主无要阁租互因。沙石仔场的特种登记申请案嘛去互驳回，除了要求9月份爱停止营运，12月底嘛爱搬走。不过伫咧这段时间，居民还阁爱忍耐一阵啊。记者综合报道。同款来讲，台中市新港者中山路民权一街甲文化街的范围内，一片地主自办的重划区，将近要甲2架栋，因为到当还有30几户反对重划，现场是暂时停工。这小地主嘛烦恼讲，暂先开发迄边，敢会重新搁再翻案？总是主持协调会市议员是望市府介入，尽量替较舒适这小地主主持公道。杂草正旺的空地，总算是有工人来处理。居民指出，经过拢爱烦恼，是毋是有蛇会走出来？这是台中新港大府地主办中会，就伫新港区的中山路民权一街甲文化街范围内底。1.7公顷的面积，因为地主抗争，中会暂时停工。但是中委会对环境无积极的维护，嘛曾经互人倒废弃物。另外，居民上烦恼的是，中委会最近又搁想要来重新并案。一块土地可以晒80几个人，我们的土地，我们外面都是一户就住在这里，都是原住户住在这里啊。就是说你抗议，还有法律判决就要来这样来强拆了。反对中会的地主还阁有30多户。
2012年启动中卫以来，就争议不断。前台中市长吴志强、林佳龙最后拢无处理。李立伟伫中卫区内底的临时表示，中卫费用市价搁较低，行情来改买，若是同意，伊就无厝通好转去。财产上一直造成很大的困扰和麻烦。6号协调会刊的地中市议员就指出，这个中卫案无适用着102年新修订的主办中卫相关的法规，因此无法度来解决因头号的争议。建议地中市政府应该搁较积极作为，避免小地主无法度来对抗大地主无公平的情形发生。地主资办重划的这个条例里面第18条有很清楚有授权，你直辖市府是可以命令他解散。台中市地政局长嘛回应，这个中卫案目前已经停工，而且此案嘛无可能适用新修订的法规，市政府无可能介入改善中卫会。卢市长去用现行的法令去规范他已经走过的，那不是只有大福地，所有的置办重划都是用现在发生，我们就用现在的法令这样子。针对环境垃圾甲排水冻掉的问题，台中市环保局嘛会派员来了解。如果是主办中卫区内底要求地主依限来解决，呼吁我台中市政府会协助处理。记者综合报道。台中公园来讲，高雄市林园这一间幼儿园，去互家长甲市议员逼出讲，老师的摕脸布甲幼囡仔箍拳头母，甚至互遐囡仔拍摄放甲规裤底。总是幼儿园的执行长有出来替老师洗清，市府的教育局和社会局也已经咧调监视器，要尽量查明真相。伫咧警察局内底，囡仔摕脸布啊，甲另外一个囡仔的手低调咧，示范互警察看。过程当中，虽然囡仔还搁咧笑。不过，高雄市议员接到陈情讲，这就是因上课的时阵去互幼儿园对待的情形。用胶带绑小朋友的双手，把他绑起来，号称是哆啦 A 梦。园方竟然告诉他说，这个是正向的卡通人物，希望给孩子正向的醒思。老师带着孩子去隔壁班，告诉孩子说：“你看，你被绑手，你没人爱，没人管，你看谁要收你。”唔但安尼，家长阁指控讲，幼儿园因为骹手无够，袂互囡仔去便所，直接互因放伫咧裤内底。这件代志是家长伫咧群组开讲的时阵发现的。因发现讲，家己的囡仔拢有共同的遭遇，查落才知影代志真严重。不过，防指控的高雄市林园区这间幼儿园是否认有无适当的管教。老师的说法是说，其实他是黏着他的手指头而已，就是因为他怕孩子会去伤害到别的孩子，不是说不让孩子去上厕所。如果说他觉得这个孩子是可以再忍一下下的时候，他就会跟他说，我们再忍1分钟。这个部分我们会来严惩，因为同仁有在跟我讲说，他们现在正在查证，就是相关的，包括有一些录影带的监视器在调。幼儿园表示，可能是囡仔还阁细汉，表达了无清楚，才会予家长有误会。因来防指控的2个老师，有一个已经挡袂掉大家咧讨论的压力，已经辞职；另外一个还阁在职。目前已经甲监视器的画面交予社会局甲相关的单位，而且讲会尊重一切调查的结果。记者综合报道。再来讲真出名的新东阳公司所生产的鱼酥罐头，伫咧香港验出重金属的成分汞，就是普遍人咧讲的水银，超过香港法律允准的限度。咱高雄市卫生局这边面嘛出动去鱼酥的原料工厂采验鱼仔，因为咱国所规定的卫生标准是针对原料的鱼仔肉，毋是鱼酥的生产品。工作人员甲箱仔刮开，内底是一包搁一包包好的鱼酥，客查人员随去查验，因为新东用的鱼酥罐头，顶日在香港验出重金属水银含量超过标准。根据香港食物环境卫生署的数据显示，新东用的鱼酥罐头产地是伫台湾来的，有效期限到2021年4月7日。毋过水银的含量所验出0.81 ppm， 比香港法规进步的0.5 ppm 更较悬，是违反规定。那原料系直接向高雄某冷冻食品公司进货鱼酥，那新东阳只做简单的炒培调味，然后包装出货。桃园卫生局调查发现，新东阳鱼酥罐头主成分是葱仔甲鸡鱼，毋过新东阳的工厂生产线毋是制造商，敢若负责甲变的鱼酥做简单的调味，嘛来追查新东阳伫咧高雄的罐头厂商。初一早起，高雄卫生局是去原料工厂采集葱仔检体送去检验。台湾针对这个鱼松的一个卫生标准里面的汞是没有定标准的但是它的鱼肉的部分，它有定一个所谓的限量标准。高雄卫生局表示，目前台湾的原料鱼肉甲子讲的温准含量是伫咧2 ppm 以下，毋过对食物成品并无规范，所以才有可能会出现鱼酥产品伫咧香港有验出超过标准。新东阳是表示，伫咧台湾的检验报告拢是合格，若是香港的检验方式，该等待确认。记者综合报道。
佮来讲，7月11日，台东县国际热气球的嘉年华会，就要伫咧鹿野举办。啊，县政府嘛公布讲，今年有按国外引进28粒造型真奇卡的热气球，会搬上半空中展览。啊，因为鹿野遮停车位真有限，县府嘛公布停车收费的标准，台东县民佫拢有特别优待。因应7月11日国际热气球嘉年华会，特地要伫台东县鹿野高台举办的安全维护，华东全国国家风景区管理处初7早起进行高台6空域的安全演练，尤其是针对热气球的火管安全，检验消防救难编组的灾害应变能力。最主要是让我们的好朋友能够开心游、平安归。台东县政府统计，去年热气球嘉年华会总共有99万外人出来。啊，毋过今年受到疫情的影响，真侪台湾人袂当出国，预计来参加热气球嘉年华会的民众会增加。但是鹿野高台停车空间敢若500个，县政府公布日远的停车签结费的收费标准：拜一到拜四，汽车甲重型车是收100块，机车30块；休困日，汽车重型车日远是收200块，机车50块。啊，毋过台东县民敢若需要纳一届钱，地当一直来出入，不离个。县政府嘛呼吁，活动有51天，尤其上好会当加安排非休困日来日远，避免大塞车。希望1到5的早上来是最好的。那一个时候呢，清晨看热气球是一定看得到。因为今年疫情影响到国外热气球来台湾，真侪民众关心会有偌侪粒造型气球来展示。县政府正式公布入球日程，今年会有28粒国外造型的热气球，包括小蓝型、永乐岛、甲蠓牙、海绵宝宝等等轮番出场，甲游客来见面。记者综合报道。再来讲，嘉义县1997年成立东石高中的野球队，这是县内唯一一间一直咧保持推动野球运动的学校。虽然因有培养出野球的国手，啊，毋过传染症咧看经济环境阁遮尔歹，企业的助赞支持嘛不比往年。教练单就讲，若敢若外靠政府部门补助，经营惊是有较困难。教练集合队员准备等下要练习。嘉义县埔子的东石高中野球队总共60外个队员，球队经营费用拢是透过奥运会的募款。不过武汉肺炎影响到大环境的经济状况，今年募款的情形是无够偌好。赞助棒球的一些好朋友，他们每个人一个旗帜6000块，募集大家的资金，然后我们球队的小孩用2天妈祖绕境的方式，然后推着他们的旗帜去做绕境。那这是每年棒球赞助最大的经费来源。那因为今年新冠肺炎的关系，所以妈祖绕境所有一些绕境仪式都是暂停。东石高中野球队是目前嘉义县内底一直有推广野球的高中，虽然球员招募含一寡资源无法度含有名学校来比。不过，去年也是伫欧巴级的全国比赛内底，摕到第3名的成绩。教练表示，干那靠公部门的补助，经营是真有困难。经费1年大概算起来大概要600多万，600多万包括比赛经费、小朋友的吃、水电，还有公费生的一些补助费。最重要是吃的费用比较多，一个月大概60几个人吃起来，一个月饭钱大概要60多万这样子。学校嘛指出，球队的成绩无定定就是球员的出路，所以嘛安排球员学其他的物件。嘉义县政府为着要协助学校和球员，嘛真认真地找出企业的资源，希望会当继续球队的经营。记者综合报道。啊，天气真烧热，食品要保持的青都要真注意。卫生福利部当就统计讲，敢若去年一档都有将近7000人因为食食去中毒，这也是近来23年上介侪人中毒的一档。尤其这中间阁有2宗较罕见死亡的案例。但医师嘛咧提醒讲，热天时啊，食品的卫生安全确实都要斟酌。天气热乎乎，民众食食若是无遵了无好，那真紧就会歹去，佫会增加食物中毒的危机。根据食药署上新的统计发现，去年国内总共503件，要到6944个人食物中毒，比前一年的398件，4616个人是增加要50%，那超过23年的纪录，嘛是历史上的第2高。食物遭受诺罗病毒、仙人掌杆菌、产气荚膜杆菌污染，这个食品没有正确洗手，从业人员的卫生习惯不佳，或者是食物储藏过程，或者是制造环境受微生物污染等原因。食药署进一步分析这6944个食物中毒的民众，其中超过4000个人中毒是发生伫咧学校，大部分是因为大型的团体产出问题转来食物中毒。特别注意的是，
国内拄2011年了后，都无阁发生过食物中毒带来死亡的案件。啊，毋过伫咧去年，所有2个人因为安尼来死去，一个是民众想要掠4脚来煮汤，检验发现是食到番果酒剂中毒死去；另外一个是挽到绿枝菇来中毒。蟾蜍毒性主要是在它的耳下腺跟它的皮肤会分泌这个毒液，那它主要作用在心脏，所以会造成严重的时候会造成心律不整，那就猝死。对，那当然它可以造成其他的症状，不过主要是心脏的毒性。那绿舌菇它其实主要是造成恶心、呕吐这种肠胃的症状。那我们有碰过有人严重的话可能会休克。医师表示，热天买任何的食食，上好伫咧摕到了2点钟以内才食好了。若是食袂了，还是还袂食，得赶紧摕去冰箱内底。万不若是无细致中毒啊，还会记你保留检体，而且去予医生看，才会当对症下药。记者综合报道。站澎湖当年拢举办的烟火活动，澎湖花火节嘛开幕。今年县府阁特别和迪士尼这间国际公司合作，伫咧半空中拍出艋舺电影主角迄款形体烟火。另外，阁有出名的歌手来举办演唱会，有影是真轰动，名声透对台湾南北二路去了。在音乐声中，钢铁人的造型自烟火内面出现。台湾疫情解禁后第一场大型活动，2020澎湖国际海上花火节。跟迪士尼合作，用300台无人机摆出威猛的各种组队。觉得今年好像多那个主题，就是会让人更加想要过去看一看。就不能出国啊，想要伪出国，对吧？一起出来玩，因为很久没有出来。解禁嘛袂当出国，真侪人是去离岛耍。澎湖县长赖宏伟估计，除了暗有28000位游客最近来看烟火。第18年的花火节，去年游客数是42万人次，今年希望能够再超过。非常欢迎我们所有台湾的乡亲以及外国的朋友，那么大家齐聚一堂，来到地球的一个角落，看澎湖啊不同的天空。县府也请这么上镜的歌手上台献唱，也有一组情人上主舞台求婚，留下一世人的回忆。我愿意。受疫情影响，花火节延到7月初2才开始，会一直到9月初3。另外，离岛包括吉贝、七美加茂安，要21场烟火秀。我钱在。记者综合报道。台湾的艺术水阁好，国情解说2句啊，互你做参考。解说，解文说字。讲澎湖说澎湖，近来这几冬澎湖的花火节真轰动。啊，毋过咱知，若老辈讲到澎湖，讲到西施利坎的小波歌，内底内容啊真精彩，佫真感动人。咱知影讲澎湖四面拢是海，出海、讨海，这是澎湖人固定事项的生活。毋知四句联小波歌安怎样讲？见面头一条，咱来讲，一只小船过西流，海水软软结英交，想到讨海就要哭，出澎伫时回咱兜。是啦，人讲行船。真正是坎坷的路途，行船走马，这是3分命。有当地啊吼，有去，毋知影敢有法度转来。当然，讨海若正经好过的时阵，大讨赚，真发挥的人，这嘛真济。总是讲特别离别，澎湖人的四句联在咧讲，一只小船过西流，想到讨海就要哭。这种心情，经过歌词，经过这个7、2、4句的小波歌，保存甲真详细，听着互人感觉。真感动。过来讲若讨海趁钱，落去外洋发展，有收入者，倒转来嘛是要建设，嘛是要照顾家己的故乡呢。毋则讲嘛有迄个四句联咧讲，倒转来到澎湖，新起大厝，安怎样呢？新起大厝，悬价平，要买红砖来铺厅，娘仔讲话着影，毋通害狗门口行。对啦，若人好过。当然要倒转来建设故乡，这是自然人之常情。起这个大厝，悬价平，佫落落啦，啊毋然呢哦，要佫买红砖啊来铺厅，要造作要建设，互伊真请赢。啊，总是吼，四句联国情定咧讲，见景伤情。看到头前的景，想到后壁嘛是心内的感情。所以头前2句咧描写景致，讲要买红砖来铺厅，主要嘛是讲后壁这2句啦。讲娘仔讲话就有影，毋通害狗门口行。恁兜吼建设甲遮尔水，啊你讲话以外就爱有影，毋通害我吼来恁兜门口安尼行咧，一直伫咧探头啦。
啊，过来讲着澎湖人出外咧拍拼，大多数咱嘛知影讲，就是离乡背井，就是来到台湾咧发挥。毋则有迄个四句人咧讲18送军去台湾，目眶你红，阮也红，目屎一粒一斤重，滴落涂骹涂一空。是啦，即个四句人吼，因为过去的人伊伫咧描写，伊伫咧编这个字句，就是要讲互人真正听歌的人会晓感动。毋则讲18送军去台湾，这18毋是讲3月18、5月18，毋是呢，是讲今年18岁，我着送军去台湾要离开。离别的时阵，目眶你红，阮也红，偌艰苦。就是目屎一粒一斤重，滴落涂骹涂一空。只有做见景伤情，只有做四句人小波歌，讲真含的描写，互人听到实在是真爱笑。毋过内底内容啊，互人听到感觉真毋甘，因为离别就是真正遮尔酸人心肝的代志。过来讲，原来互人艰苦的消息。台湾平均测20个人内底，都有一个身心障碍者。当社会福利的团体嘛调查讲，伫咧即款有较不便的人士身躯边，负责照顾的亲人，压力确实是真大。其中就有6成表示讲，希望社会甲政府会当有援助的力量来甲因斗支持。26个美金因为先天软骨发育不全，也有语言听力障碍，高中毕业了就无法度搁再读书。伫社福团体介入协助了，怎么到庇护工厂上班？伊拍力的速度是伫咧工厂内面排第1、第2。上班之后有发现无虾米输入法，就试着学，结果学了之后用无虾米打比较快。坦白讲，他如果到了一般的那个公司行号什么的，我都很怕类似像他国中跟高中的时候。坦白的说，我们身障朋友都会经过霸凌的事件啊。美珍的爸爸回顾这一路照顾的路是真辛苦。根据社福团体调查，身心障碍朋友因的家庭照顾者压力上大部分是照顾者家己的生涯规划，心理的精神状况压力也真大。有差不多8成的照顾者对厝内经济、身体状况拢有真大压力。超过4成希望会当有休喘的服务，加照顾经济补助。每个家庭如果有一个身障者这样子的一个状况的时候，其实对家庭的体系跟照顾者，其实真的非常有一个很重的一个 loading 这样子。社福团体分析，有真侪厝内有身心障碍者的家庭，因为惊讲互外界有特殊的眼光看，所以较少甲外界接触。因故因此也可能付出更较侪时间甲金钱，造成正大压力。呼吁因会当向当地里长或者是社福机关联络，透过转介安排适当的工作，也希望社会会当有更较侪同理心来接纳身心障碍者。记者综合报道。过来讲一寡点伫咧世界各国他乡外里的台湾人，近来3个月，逐礼拜拢利用电脑镜头视讯连线，直接开讲一摆，训练讲台湾话。因为对英国有的伫法国，嘛有的按随时上线，互相约束的时间若到，空中的台语教室就准时开始。感觉讲有讲台语的时阵，你较有感觉着家己是一个台湾人。你唯一甲台湾这片土地有连结的一项物。逐礼拜透早，一阵伫澳洲的台湾人，就会透过线顶的视讯来用台语开讲。目的就是互大家拢用台语来开讲就对啊。提供互大家有一个会当讲台语的环境。人伫咧他乡要听到熟悉腔口是无简单，空中台语教室连接伫咧英国、法国、瑞典等等所在的台湾人，提供一个练习听台语、讲台语的环境。是台湾人，毋过我台语讲甲足袂认得，所以我是希望讲有一天使用台语甲人像我讲中文、讲英语、讲法语安尼甲人讲话。澳洲因为疫情锁国封城，颠倒互各地台湾人逐礼拜来线顶约会已经3个月啊！伫台湾加入讨论的林建定表示，真佩服因的行动力。出去澳洲，出去到什么所在，我想要讲，我感觉讲这真好，爱遮尔认真吼，去招人啊，超时间，这我感觉讲，我若会当参加，尽量想要甲因加讲两句啊。其实，伫即款线顶的台语讨论进程，英国的 Manchester 逐个月捌拢会办语言交换活动，互各国的人做伙来学中文、讲台语。我少年的是来英国
大家好，我是台湾人，但是我的台语无练到。接落来，空中台语教室把规划一系列的山顶课程，突破各个无共时间的障碍，做伙为罗马拼音开始学起，就是要甲台语的基础拍好在。大家把期待疫情过去，会当恢复实体语言交换活动。记者尤伟珍、林坤明台北报道。再来讲，顶站抓风车剧团甲烈光剧团设伫咧八里坑报警道区的工厂回收，损失上无5000万，也引起社会各界真关心。但经过文化部李永德部长到引进，高雄银行表示，肯要拨有够额的贷款来互因，佫毋免保证人。抓风车剧团嘛讲，一定会赶紧自立自强，佫再振作起来。伫咧文化部长李永德的见证之下，抓风车剧团执行长李永峰、甲高雄银行董事长朱润宏签署合作意向书，由高雄银行以无趁钱的利率、甲无需要连带保证人的条件之下，贷款予无固定资产的抓风车剧团5000万。我对这个执行长啊，李执行长可以说非常有信心。凭他的信用啊，我看也不止5000万啦。应该是第一个案例吧。其实未来我们可以引进更多的金融界的一些资源来跟我们艺文团队来支持来合作。抓风车执行长李永峰表示，会当顺利借到钱，是充满感谢，毋过嘛真悲伤，因为抓风车经过武汉肺炎疫情甲火烧的打击，就亏损7000多万。毋过因讲要辜负外界的期待，会用这条钱搁较拍拼来引势头，希望4-5年以内会当把这条钱还好清。因为吴念真有讲过，如果钱还不出来，他会把那个地契拿出来，所以你尽管放心好了。到最后如果还不起，就我们的房子什么都拿出来。抓风车伫咧八里坑报警甲道具的工厂，今年6月初6发生火灾，规个拢烧了了。毋过剧团无要设立中建募款专户，是希望靠家己的力量搁再徛起来，嘛希望民众会当甲钱捐予其他搁较弱势、搁较有需要的表演艺术团体。记者综合报道。镜头刷落南来讲，屏东县德田乡遮一片茶起的旧火车头已经有100年的历史。资本者是委托民间咧经营，毋过当乡公所有拍算要收转来家己管理，就是讲要大成过番，甲旧夜头建设做铁路文物展览的场所，嘛通互愈侪外围的旅客来见识德田砖头的美丽。看出来，这座用茶起的旧车头保存了真好。其实屏东的德产驛站已经有100年的历史。最近准备要甲翻新，互老建筑会使和铁道文化结合，社人来这耍，用文化来带动观光。为什么除了老车站给人家感觉跟铁路有关系，其他的部分却看不到跟铁路有什么其他的相关？所以因此我们在思考说，我们会有结合所谓铁道文化这个部分，把它纳入到我们整个园区里面。再去做一个规划。原底德产驛站是委外经营，即阵乡公所家己收转来做。头先毋但爱改造规个建筑，阁爱征收涂骹和壁，而且因阁特别请代替斗3工，提供一寡和铁路相关的文物，通展示互大家看。这边准备给文管所呢来做一个考量，那让他来这边设计好之后，再把竹田驿站变成我们竹田乡最大的一个经济产业的一个中心。除了甲旧车头翻新，乡公所也拍拼培训导览的人才，用心规划德产小旅行的体验游程。唔单单是要吸引游客来佚佗，更较希望德产驛站会当呈现出无同款的形态，重现100年车头的风华。记者综合报道。我来看南投德山，因为环境好，真下种地。过去嘛，牵成真侪百姓挖靠满地度假3顿饱。但德山延靖社区的发展协会，佮特别开课教庄来时代，用塑胶杆制作乐器，才播送老辈听得真熟悉的满地歌，互众人对咧拍节奏、振动身躯，保持勇健。对满地歌拍节奏、拿叮当，阿公阿嬷坐几排，想起过去伫咧南投德山镇满地做事种种的戏池。小姐，你满地，你一客啊做几个？伊就讲咱这咧无算
100块2个，迄就是开玩笑的就对啦。啊，一人一部分就会当拍一条满地歌起来，嘿，欢喜，嘿，啊，真快乐。德山镇延正社区的长辈花头喜面，有人讲滚啊，有人切豆啊，对音乐摇摇摆摆，手里起拢是家己做的环保乐器。社区发展协会老师也讲出设计这项音乐活动的用意。音乐课不是一般既定传统的音乐教学模式，是一种全人格的教学观念，一面打一面唱歌，然后心情就很快乐。还有我们的预防、延缓失能失智都是很好的课程。阿公阿妈用过伫咧地园无闲倒三顿，即马退休啊，大家齐做伙伫咧社区听歌跳舞，希望无烦无恼伫咧德山食甲老。记者综合报道。下半部天气变化啥款？咱来看各地头详细资料。基隆、台北、新北、桃竹苗31度到36度。台中、彰化、云林、南投、嘉义30度到34度。台南、高雄、屏东30度到34度。宜兰、花莲、台东30度到35度。金门、马祖、澎湖29度到34度。感谢你收看今日公视台语台下晡新闻，我是郭清。明仔下晡3点，咱再会，多谢。大家讲一句，台语有艺术。大家一个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焦挂先。新历的7月，天气真热，现主时节气已经来到小暑。小暑汉字写作小暑，罗马字写作思要笑、思勿暑。笑甲暑拢是第2条。俗语讲小暑过，一日热3分，意思就是小暑过了后，日时会变短。不过天气煞一天比一天搁较热，日头赤影影，千万唔通伫外口晒日。地汤爱淋雨机啊，较袂去热着，也是着沙。天气热，就会想要食冰。饲啊较接看到的有鳄鱼冰、台南讲是鸡鸭冰，还佫有田草冰、粉圆冰等等。人讲6月6，田草水美台目，就是咧讲这2项是热天体凉上赞的食物。小暑嘛是山影当咧大出的时，爱食山影冰的人会使趁即马好好啊享受。食冰凉凉真爽快。不过有时身体嘛会袂堪一，人讲食冰过气经，破病找医生。虽然讲食冰足爽，身体嘛是爱顾。因为热天时啊，大家拢爱食冰。伫台湾卖冰就真好趁食。毋只俗语会讲，第1卖冰，第2做医生。意思就是讲卖冰上好趁，过来才是医生。所以，细仔我无人客来算命时，就会来卖冰讨趁。有一句甲小暑牵卡的俗语讲：6月初1，一雷地交胎。意思是讲，若小暑迄阵的旧历6月初1，无单雷公，
安尼，迄当一定会有风台来，这是民间传说的言语，大家参考就好。溜消暑热着着沙，消暑过一日热3分。6月6，产草水美台目，食冰固气经，破病找医生。6月初1，一雷地高胎。听讲这阵啊，台南白河的莲花开甲水动动。我暗算要来去赏花万莲子。今仔日大讲一句，就讲到这，多谢观众朋友收看，咱后摆再会。